150萬。我帶你睇下當年150萬嘅房係點嘅。佢呢個呢係望住我哋一個小區嘅園林景觀，成個小區嘅話真係差唔多可以望晒到嘅。面積105平方，做到咗3房2廳2衛。我哋廚房出去呢，仲有我哋一個生活陽台，非常之通風舒服。就算係我而家企喺呢個位置，都非常之通風嘅。咁呢，其呢個庫型呢係個雅基樂以前一個標裝嚟嘅。啲基本嘅裝修咧都已經係有咗嘅，咁咧就揸啲家私電器啫。咁呢個業主買翻嚟到依家目前為止都係一日都未住過嘅。當年嘅現價係150幾萬買翻嚟，今日只要一半嘅價錢，你整整慳咗成幾十萬。而且我哋主人房咧都係望住我哋一個小區嘅園林景觀，非常之安靜舒服。個主人房個窗咧都可以往外托出去，咁咧又可以多個飄窗使用。今日總價只要75萬啫，就可以攞低啦。有興趣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帶你實地睇樓。多謝。